日本职棒各球队为了争取球迷进场，这几年掀起改良球场的风潮，包括横滨 DeNA 和读卖巨人都推出新的 VIP 包厢，希望用专属的空间提供顶级客层不同的观战体验。想在日本看职棒吗？现在的日本职棒真的不一样，横滨 DeNA 海湾新的主场横滨球场的顶楼现在多了 VIP 包厢，玄关宛如饭店大厅，一旁还停了日产汽车的产品做宣传。这个 VIP 包厢专门提供顶级客层招待客户用，位于阳台的座位区更能直接感受职棒的魅力。VIP 包厢观众跟全垒打球高度差不多的视线，可以增加各种想象力。不只是视觉、听觉感受也不同，是初次体验的世界。这几年，日本职棒12支球队纷纷加紧投资 VIP 包厢，福冈软体银行找明太子业者合作设计包厢，东北乐天也准备在7月推出高塔观战的新空间。日本记者：哇，里面很宽敞耶。至于日本职棒的盟主读卖巨人，更直接把 VIP 包厢设在全垒打墙下。日本记者：啊，我们现在模拟球飞往这个方向，请工作人员跑过来，感觉非常近耶。读卖巨人军社长石井一夫叫球员，他们感觉听得见哦。东京巨蛋的 VIP 包厢，食物酒水都是无限供应。每场比赛开放包场，最多可以找25人一起看球狂欢。只是一场比赛得花超过17万新台币，要享受还是得付出代价。